位護老者喺照顧長者嘅過程中，係咪成日都覺得膊頭好似石頭一樣咁硬，甚至舉唔起隻手呢？呢一個唔單單係疲勞，而係因為我哋身體長期處於繃緊嘅狀態。一開始嘅時候，只係覺得肩頸酸軟、沉重，長期就會出現抬手困難、着衫吃力、梳頭不便，甚至肩頸會卡下卡下，慢慢就會變成肩頸嘅慢性痛症。接下嚟，我哋邀請體適能教練胡生帶大家一齊做一套肩膊關節嘅放鬆運動，全部動作都係可以幫你溫和咁打開肩關節，放鬆肩袖，放鬆上背肌肉，非常適合日常每日喺屋企訓練㗎。咁多位你好啊！咁今日就講解一啲嘅坐喺度嘅坐式運動一啲嘅注意事項。咁我哋就開始啦。首先第一步我哋係要坐直啦，而且要揀一張有椅背嘅凳嚟坐啊！唔好揀啲凳碌啊有碌嗰啲凳啦，同埋隻腳一定要穩直嘅，係啦。然後坐落去嘅時間，首先我哋要個背脊貼近椅背啦，上身自然放鬆，你感受到個椅背係可以完全承托到你嘅背脊嘅，然後雙手放喺大髀上面，注意個腳就唔好壓腳尖，唔好擺咁埋，唔好夾緊，同埋唔好打唔開，自然擺個闊度係你嘅膊頭闊度位置，咁為之坐直腳。第一步，好，第二步，咁我哋都要注意翻就係我哋個人坐直啦，係啦，唔好擺得咁緊啦，係啦，最緊要第一步就係我哋要確保周圍安全啦，同埋背脊係貼住椅背，咁我哋就可以開始運動啦。大家好，咁頭先就同大家講解咗一啲我哋坐喺度做運動一啲注意事項啦。咁我而家就正式開始做第一個動作啦。我哋第一個動作嘅名叫做左右十字手啦。首先頭先所講啦，我哋要坐直個人啦，背脊靠椅背啦，係啦，雙手自然垂低先，係啦，我哋為之第一個基本動作啊。期間記得做動作，我哋保持翻呼吸嘅，我哋用個鼻哥嚟呼氣，係啦，跟住口嚟吸氣。好，然後我哋右手伸翻出嚟先，右手垂直向前12點方向，然後慢慢將佢轉動放喺9點鐘方向。記得呢段時間我哋右手要伸直嘅，然後呢隻係為之右手啦，左手喺前面，記得將右手手踭呢個係凸嘅位置放喺左手粒嘅位置度，係啦，呢個時間右手放鬆用唔用力㗎嚇，左手將隻右手拉過去左邊。呢個時間你感受到呢個位置係拉扯嘅，咁為之嘅動作係有效啦。期間保持翻正常呼吸我哋大概會做10至15秒嘅，咁記得個頻率要慢唔好咁快，個節奏就會係1、2、3、4、5、6、7、8、9、10，hold住之後雙手放低到另一邊啦。左手一樣係啦，左手伸出嚟，先放12點方向先，然後慢慢好似個時鐘咁樣，個時鐘咁樣慢慢轉動去3點鐘方向。記得淨係隻手轉個身唔使跟住佢嘅。呢個時間你感受到其實呢個位置有少少拉扯㗎啦。好，然後一樣咯喎，隻右手喺底度貼埋攬嘅，貼埋上去。好啦，呢個時間左手唔用力右手用力將隻左手拉過去右邊。期間保持翻正常呼吸，個呼吸節奏就係我哋鼻哥吸，口呼氣，吸，呼，吸，呼，一樣都係維持10秒。如是者10秒過後個動作就完成啦。之後我哋會垂低放鬆，咁第一個動作就完成啦。
我哋頭先咧完成咗第一個動作啦。咁啊，唔知大家記唔得第一個動作叫咩名啦？咁啊，唔記得唔緊要啊。咁第一個動作咧，我哋叫做咧左右十字手啊。OK， 好啦，然後我哋就到第二個動作，就係咧我哋好似雀仔咁樣啊，叫做上下飛鳥啊。點樣做法咧？好，我哋首先咧雙手呈水平伸展啊，我哋橫向伸展。係啦，右手咧就應該會指向你嘅時鐘嘅3點鐘方向啦。左手係指向9點鐘方向，係啦，咁或者兩隻手垂直啊，伸直晒你隻手 ，OK， 好啦，然後咧，我哋成隻手喐動向下，係啦，向下落翻嚟 ，OK， 好啦，記得向下落翻嚟嘅時間咧，唔好掂凳邊啊，然後就上翻去，所以動作就係1、2、好啦，個呼吸就點樣做法咧？我哋1用力嘅時間，我就呼氣，係啦。2上翻去吸氣，如是者我哋會做15嘅話，分別就會係1、2、3、4、5、6、7、8、9、10。喺做嘅過程當中咧，你會感覺呢個位置咧有少少酸軟感覺，係一個正常嘅表現嚟嘅。即係表示咧，呢個位置我哋用緊力啦。OK， 做一次啊！呢個1、2、3、4、5、6、7、8、9、10。10秒過後咧，咁呢個第二個動作就完成啦。咁多位，咁我哋頭先咧已經完成咗2個動作咯。咁啊，唔知大家記得邊2個動作咧？咁啊，唔緊要，會再講一次嘅。好啦，第一個動作我哋叫做係啦，第一個動作咧係啦，我哋就係叫做左右十字手啦。啊，第二個係啦，上下飛鳥啦。好，第3個咯，我哋做咧，我哋第3個咧，發覺咧我哋會做咗上下啦，跟住做左右啦。同埋我哋做前後喎，點做咧？做前後擺手動作啊！好，首先我哋兩手垂低，好啦，呢次咧你調翻轉喎，呢次咧我哋嘅手背向外，手掌向翻自己方向。好啦，我哋會右手擺佢上先，分別嘅動作就係1，嗱，咁就會係右手上咗去啦，左手喺後邊。好，然後2落翻嚟嘅時間咧，我哋會一次過做啊，就會左手上，右手後邊。OK， 好啦，咁呼吸就點樣做咧？好，還原翻動作先。好啦，呼吸節奏都係啊，我哋1係呼，2係吸。好，1呼氣就會右手上，左手後邊。好啦，吸氣調翻轉，落翻嚟就會左右換。係啦，所以動作就分別係1、2、3、4、5、6、7、8、9、10。係啦，注意翻我哋咧做動作嘅過程當中咧，我哋隻手係伸直嘅。咩伸直咧？呢個動作係伸直。好啦，當我哋嘅前臂屈曲咧，手踭向外嘅時間，咁就唔係一個伸直嘅動作啦。咁所以我哋做個動作嘅時間要注意啊！記得個節奏都係要慢。1、2、3、4、5、6、7、8、9、10。係啦，咁我呢個動作咧就會完成噶啦。好，咁多位，咁我哋咧已經完成咗4個動作咯，係啦。咁之後咧，我哋咧就繼續下一個動作啦。
首先點做法咧？首先我哋將隻手打開，好似頭先嗰個飛鳥嘅動作一樣啦。OK， 我係做兩隻手打開一樣咯。但係今次咧，我哋隻手咧就唔上下擺啦。呢個時間我哋隻手跟住鎖緊啦，係啦，然後手指向上，好似咁嘅動作，掌心向外啊。然後我哋慢慢咧向前轉動，成隻手轉，係啦，我哋呢個動作叫捽碟啦。OK， 好似個手掌有隻碟咁樣，我哋會咧帶領住隻碟向轉。做嘅時間就感受呢個位置咧好酸軟就為之啱啦。OK， 保持個方向，兩隻手一致啊。呢個動作就我哋向前嘅，一樣都係10秒時間。1、2、3、4、5、6、7、8、9、10。OK， 好，停一停喎，之後我哋要轉換方向，我哋向後啊，一樣都係1、2、3、4、5、6、7、8、9、10。OK， 好啦，完成呢個前後嗰個循環咧，咁個動作就完成啦。之後我哋可以手放低，可以放鬆下，咁個動作就完成啦。今日如是者，我哋終於到最後一個動作啦。最後一個動作咧，我哋會模擬一個時鐘擺動啦。目的就係我哋令到我哋嘅膊頭位置可以得到一個伸展同埋一個放鬆嘅作用嘅。好啦，今日就點做咧？首先我哋右手啊，你右手拍牆。好啦，咁當中咧，埲牆同埋你身體之間咧，我隻手壓住嘅。咁呢就係你嘅適當嘅距離啦。唔會太近，都唔會太遠啦。腳企嘅位置啊，我哋雙腳稍為分開。而唔係咁樣拍實㗎嚇 ，OK， 稍為放開得㗎啦。咁你咁到咧，企嘅位置，你會喺企嘅時候，你會覺得係穩陣就可以啦。好，首先我哋都會做嘅手啦，好望一望咯喎。咁我哋時間我哋掌心會貼住，係啦，我哋會就會個掌背，呢個掌背啊，掌背貼住埲牆啦，掌心對住大髀，搭埋住大髀嘅。好，然後慢慢我就會轉動呢個位置轉動去到最高點嘅位置，我哋會放鬆。OK， 呢個位最高點，轉咗上去嘅時間，你個最高點咧就會變咗手掌貼住個頂度，呢個就係12點嘅方向啦。係啦，我哋頭先咧會由3點鐘方向一直向上回到12點。好啦，然後12點之後咧，我哋慢慢向翻前，就向翻9點鐘方向落翻嚟嘅時間咧，我哋嘅呢度落我哋嘅手掌會轉翻落去，向翻自己，手會貼牆。OK， 咁完成我呢一個循環咯。好，睇多次。呢個係右手邊嘅做法。OK。咁我哋頭先咧做完右手邊啦，我哋做左手邊嘅畫時鐘啦。記得喎，做嘅時間咧，我哋嘅手背貼住埲牆，手掌咧就向住自己嘅，向自己大髀方向。但係記得我哋嘅手掌就唔會貼住大髀啦，淨係得手會貼住埲牆嘅啫。而且咧，我哋嘅上臂同埋前臂都會貼住埲牆嘅。咁於是之後我哋開始啦。好，呼氣。一垂直嘅方向呢個位置3點鐘方向。好啦，準備轉咗12點嘅時間咧，我哋個手掌就會轉翻貼住埲牆。呢個時間咧，因為貼住埲牆咧，你隻手係會最大程度伸展嘅。好，然後慢慢拉翻向後嘅時間咧，你連帶你嘅肩胛位置都有少少拉扯。好啦，落翻嚟呢個位置咧，大概9點鐘方向啦。
好啦，呢個時間我哋就會轉翻幫佢咯喎，轉翻個手背健康碰牆，還原翻手針對翻自己，好啦，咁為之一個循環咯喎，係啦，咁呢個時間咧就會係3點啦、12點啦、9點同6點4個方向都會轉到嘅。好啦，我哋再嚟多次啊，好，呼氣，呼大啖，好，直至到轉到我哋嘅轉手掌貼牆，係啦，呢個時間就吸氣，好，然後再呼氣用力 ，OK， 呼大啖到呢個位置，呢個位置為之9點鐘方向。好啦，再落，吸氣肩我哋會轉手腕嘅，呢個時間手背就會貼牆，係啦，好，做一次。好啦，咁呢個時間我哋左手畫時鐘就完成㗎啦。好多謝體適能教練胡生教咗大家唔同嘅居家放鬆肩膊關節運動，大家記得喺屋企多多訓練啦。長者肩關節退化、僵硬、肌肉流失，都係日積月累造成。而透過每日溫和放鬆、運動，都能夠有效咁預防50肩，維持上肢功能，減少肩膊慢性疼痛。不過做運動嘅時候都要注意一啲事項㗎。第一，所有嘅動作坐姿要穩定，腰部要挺直，肩膊要下沉。第二，全部動作慢速、小幅度、無痛為原則。如果膊頭疼痛持續，就記得揾專業嘅人士幫助啦。希望今日嘅內容能夠幫助各位長者。如果想了解更多唔同痛症嘅內容，就記得留意我哋下期嘅鎮痛秘笈啦。